报道。高雄市卫生局针对好事多红验出冷冻鱼、冷冻草鱼有 A 型肝炎病毒的污染，罚好事多450万哦。社署嘛要求好事多爱伫今仔暗时12点之前交改善报告书，若无社署未来就袂接受进口的申报。美食卖场 Costco 冷冻鱼果连续出问题，可可兰冷冻综合鱼验出 A 肝病毒阳性，互高雄市卫生局罚750万了后，销售表示，因为后来市场佫验出可可兰冷冻草鱼有 A 肝病毒，所以佫罚450万。裁罚机关当然会审酌它相关的情节，类似它这个产品的量有多少。还有它销售的情况，综合审酌这些情节，然后予以评价以后，裁罚新台币450万元的罚款。销售表示，进前要求 Costco 爱伫5月31进前补件改善报告书，目前还未收到。那31暗时12点进前无交，或者是交了后，依然无法度调查清楚污染源，会无过受理唔过进口查验申报申请。另外，卫福部进前有告美国甲加拿大牛排加热产品的进口规定，有过期30天已经满，总共收到15条意见。销售表示，专联牛排开放是国际出色，多数的国家都是这个不限月龄的规定了哈。那目前从这个统计看出来是只有南韩、沙烏地阿拉伯还有台湾是还有这个30月龄的限制。另外，什么时阵开放加拿大全牛龄牛排进口呢？林金虎指出，销售负责技术性的安全审查，将风险结果公告搁进行预告，后续甲农委会顶进行跨部会讨论，边境管控措施调整，整体开放时间会配合国家的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去年咱国